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咱所读的经文是记载一段甲阿伯拉罕甲上帝中间真特别的对话。咱要对这段对话中间来学习一件真重要的信仰功课，就是代祷的功课。要领受上帝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互阮有你祈祷的稳定甲权柄。互阮会当透过祈祷来寻求主的心意。主，这是阮向你求讨，求你修饰阮安静的灵、平静的心，互阮伫听你的话无任何阻挡，会当有属天的智慧，会当理解你的话，照安尼去行。求主帮助阮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今日所读的故事。是一个阿伯拉罕甲上帝中间的一段对话。根据创世记18章的记载，当时阵有两个天使甲上帝来向阿伯拉罕显现，然后应允阿伯拉罕要生一个囝。后来一切人就要离开，阿伯拉罕就甲因做伙行，行到一个会当对悬的所在，看迄个索多玛的所在。这个时阵，上帝心内想安尼想，伊讲我无爱阿伯拉罕隐瞒我要做的事，所以上帝就对阿伯拉罕表明讲，我有听见到真济控告索多玛甲蛾摩拉这两个城市的话，讲住伫遐个城市的人，拢安尼罪恶灌满，所以我一定要派人去看卖，看我所听的这控告到底敢是确实。若无，若是确实，我就要来毁灭掉。后来，这两个天使就离开往索多玛去，只有阿伯拉罕甲上帝留踮伫遐。阿伯拉罕就向前对上帝讲：“讲上帝啊，你敢真正要将索多玛所有的这百姓拢走遍吗？内底若有一寡无辜的人，你若？”敢真正要将伊甲遮有罪人做伙消灭吗？如果内底若有50个无辜的人吼，咱若看现在中文译本是翻译做无辜的人，和合本是翻译做义人。如果这城内有50个义人，你敢要将伊人消灭？吼，你敢会因为安尼来描写这个城？我相信吼，别人讲我相信上帝吼，你是一个公正的审判者，所以你绝对袂安尼做。上帝就来回答讲：好，如果我在索多玛内底找到50个无辜的人，我就为着因来描写规个城。这时阵阿伯拉罕想想安尼无啥妥当，因为内底可能无遐尼济人吼，所以无遐尼济义的人啊，所以就讲安尼若45个好无？上帝讲45个有哪是会使？阿伯拉罕佫想想安尼袂使，爱抬价爱抬较济吼。对40个开始抬，30个、20个，一直画到10个。这是拍2针的吼，人讲打折打到骨折吼，拍2针的吼。所以阿伯拉罕一直甲上帝咧要求吼，最后上帝回答讲：检查只有10个，我嘛无毁灭这个城。讲到这个话，上帝就甲伊离开，阿伯拉罕也回去厝。是今日这个故事中间吼。上界精彩的一部分是安那？阿伯拉罕为着索多玛甲蛾摩拉来向上帝求情，这好亲像咱咧替别人代祷相共。这段经文提供了代祷者一个真好的学习的原则。咱看见着阿伯拉罕，伊毋是单单是信心的老爸，伊嘛是一个忠心的代祷者。咱要对这段经文来学习，阿伯拉罕替别人代祷。我相信吼，咱教会，咱在座所有兄弟姊妹，咱常常会祈祷对无？但是咱敢会讲祈祷时拢是咧替家己祈祷？我嘛相信真侪人拢咧替别人祈祷，所以咱就要对这个阿伯拉罕伊咧替别人代祷的这个态度顶面，咱来学习吼。但是头前牧师要先甲大家分享吼，啥货是代祷？代祷这个字吼，咱看英文吼 intersection 这个字。意思是讲，伫两个意见无共款的团体中间，
为着促成内底工作吼，为着促成彼此的和解，就是讲有人甲上帝吼中间的意见无啥相共，也是讲有人拄着困难，毋知影要对上帝求，咱徛踮伫中来代替这个人，来替上帝求。所以伫代求的祈祷内底，咱是徛踮伫人甲上帝中间，成做一个和解的使者。当咱为着某一寡人，也是某一寡代志的需要，来到上帝面前，成做和解的使者，替别人祈祷的时阵，就产生了代祷。咱代祷进前吼，咱嘛爱思考一个问题，吼，为什么要祈祷？为什么要代祷？咱咧为别人代祷的时阵，常常会问家己一个问题：咱的祈祷敢真正会带来改变？敢讲咱若无代祷，上帝就袂动工吗？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有主权，而且是全能的上帝。敢讲伊真正需要咱代祷，才会照安尼去行吗？咱来理解吼，伫咱的信仰中间吼，上帝是全能、有主权的上帝。但是吼，咱来理解，并毋是表示伊会家己去独立去行这个主权，无需要人参与。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见着上帝是真特别一个奇妙的上帝，伊真欢喜爱互人来参与伊的工作。比如讲，咱看见着上帝创造万物了，伊嘛互人来参与伫管理万物这个创造的工作中间。然后，上帝使用这个代祷，使用这个祈祷，互咱会当参与伫上帝要行的事工中间。咱来看一个例，这是以利亚的例。咱来看列王纪上18章中间记载，当时阵吼，上帝互这个世间无落雨，3冬偌久，所以地面拢真打扫。后来上帝就呼召以利亚，伊甲以利亚讲伊要降雨。已经这无降雨的日子已经结束，伊要降雨予以色列。但是咱发现吼，检查降雨是上帝的心意，但是伊犹原要求以利亚爱来祈祷。咱看见着伫应允来临之前，以利亚求7遍，祈祷7遍，雨甲降落来。所以咱若参考吼，这写了小可有顶大是《雅各书》第5章。17、19、18节安尼写讲，以利亚甲咱相款是人，伊恳切祈祷，求上帝无落雨，果然有3年半久无落雨。伊搁再祈祷，天就落大雨，大地就生产五谷。虽然对这咱来理解一点就是讲，上帝的心意是有一段时间无要落雨，以利亚照上帝的心意祈祷，上帝无落雨。然后上帝的心意是要开始落雨啊，以利亚搁祈祷，因为伊是照上帝的心意要落雨去祈祷，所以上帝就落雨。上帝爱人参与伫伊的工作中间，就是透过代祷。所以代祷有一个真重要的意涵，就是代祷就是去追求上帝心意的一个过程，而且。代祷吼，嘛会当扩大咱的眼光，互咱会当毋是干那自信伫家己的需要，会当自信伫别人的需要。所以代祷是安那，互咱无搁再掠家己最中心，是去追求上帝的心意，而且看见别人的需要，这是真实的代祷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爱代祷。既然咱知影上帝爱咱参与伫伊的事工中间，透过代祷，咱就来学习。安怎成做一个好的代祷者？咱透过阿伯拉罕的故事来学习。第一点吼，咱发现讲要成做一个好的代祷者吼，就是咱爱甲上帝有亲密的交往。咱对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咱发觉讲上帝甲阿伯拉罕中间有一个真亲密特别的关系。所以上帝讲安那，讲我无爱阿伯拉罕。隐瞒我要做的代志，这咱嘛有一款的经验嘛吼。咱如果人甲一寡朋友有真好的感情，自然咱想要做的每一件代志，拢讲爱甲伊参详者，爱来先来讲。如果有咱真好的朋友要做
什么款重要的决定，无事先来咱讲，咱通常会真受气来讲啊，你要做这款代志，也无同我讲，你真正毋是我的朋友。所以好的朋友中间，伊若要做一个重要的决定，拢会事先甲伊参详来讲。啊，上帝就是安尼，因为伊甲亚伯拉罕有一个真好的关系，因为有真密切的沟通，亲像一个知己的朋友，所以上帝要做的代志，无让亚伯拉罕隐瞒。所以咱要讲做一个代祷者吼，真重要就是爱甲上帝保持一个真好的关系。无事不是用这个例甲大家讲吼，咱亲像一个囡仔要去甲老爸讨物件，啊，如果你的囝吼，那走到你的面前来讲，爸爸，钱摕来，我要买啥？你心肝虽然讲啊，这囡仔真正有需要这物件，你嘛感觉讲心情感觉怪怪对无？那这囡仔吼，毋是安尼，伊若走来找你的时阵吼，逐你揽调的，逐你塞奶一个，吼，啊来斟一个。啊！你心肝来想讲啊，这囡仔可能有需要啥物物件吼？啊，但是因为你甲伊的感情真好嘛，所以就讲啊，你的需要我知影，我就互你啊。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，亲近上帝，这是一个代祷者爱必须要爱有的特质啊。咱拄则伫建良中咧祈祷的时阵，我大家提醒讲，咱对7月份开始就开始一个时间叫做中保代祷时间。就是有一群人，因会利用一段时间，应该属地约定的时间，去甲咱的代祷室。咱的代祷室大家知影伫倒位无？伫10楼的边仔遮吼，有一间细间的房间，差不多咱容纳1个到2个人，真细间的房间。啊，牧师有参与即个中保代祷。当然吼，伫还未有即个时间进前，我当然嘛是每一天拢有灵修祈祷，但是吼。自从我参与中保代祷了后，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，就是我拢入去代祷室的时候，我拢会做一件代志。第一件代志就是我会放迄个诗歌吼，先敬拜上帝。啊，有时阵吼，因为遮有老师咧伫遮咧练管风琴吼，所以我就毋免放诗歌，就当对迄个管风琴的音乐来敬拜上帝。而且敬拜上帝的时间吼。我就发觉讲，真实的咱感受到讲，上帝就是这中间咧听我祈祷，我会感受到上帝甲我有一个真密切的关系。透过这敬拜，我嘛更加得到力量替别人祈祷。透过这敬拜，我嘛更加清楚讲，上帝到底爱我做什么款的祈祷。所以这款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哦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这是一个代祷者爱去学习的。因为咱若甲上帝有一个亲密的交往，就会当掠着上帝的心意。对拄则圣经中间咱发觉讲，当亚伯拉罕甲上帝咧这讨价还价，或咧划价的时阵，对50个人划到10个人，其实吼，伊为什么敢安尼划？因为伊有掠着一个重点，这重点会当互咱伫代祷顶面一个真好的学习，就是伊是掠着上帝的心意吼。因为亚伯拉罕知影上帝看重的是啥物货，所以这段经文中间吼，新翻译的圣经是写讲，伊用无辜的人的数目，啊，其实原文是义人啊，伊用义人的数目来甲上帝祈祷，来甲上帝要求，来甲上帝请求，伊用义人的数目做代祷的中心，伊知影上帝看重义人。超过全城的罪人，伊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伊相信讲，照伊理解的上帝吼，只要城内底有义人，上帝的确会怜悯。所以伊就安尼甲上帝请求。咱伫代祷的时阵嘛是相款，咱爱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照伊的旨意来求上帝的确应允。另外，对这件代志中间吼。咱嘛会当学习一点，就是当咱知影上帝重视义人的时阵，咱咧替别人祈祷的时阵，咱就爱明白，咱爱诚做一个义人，因为义人伫上帝面前是上帝所看重的。雅各书第5章第16节来讲，义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义人伫上帝面前的祈祷是充满快乐的。啊，义人是啥物款的人？
义人就是愿意甲上帝同心，去敲找上帝心意的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诚做一个代祷者吼，咱免有啥物款的身份，免啥款的地位，只要你知影你是耶稣基督学生，你是上帝囝儿甲查某囝，你愿意甲上帝同心，参与上帝的事工，你就当诚做一个代祷者。上帝期待咱照伊的心意去祈祷，咱若诚做一个甲伊同心的人，上帝就欢迎咱透过代祷来参与伊的工作。第三项，咱看见着亚伯拉罕的祈祷吼，毋是简单去聊聊上帝的心意，伊的态度是真谦卑啦。哦，对这段经文中间，咱看见着亚伯拉罕对上帝讲：我主啊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普通人，求你用我大胆来向你请求。伊知影伊家己是一个卑微的人，但是吼，伊更加大胆来向上帝请求。伊讲：我虽然是恢复土粉，要顾对上帝讲话，因为伊知影为虾米伊有这款的确信，因为伊知影上帝是一个爱人亲近伊，然后照上帝旨意去求的人。伊知影伊的祈祷是正确的，伊为着正确的代志来祈求，所以伊是谦卑佮勇敢的。咱做一个代祷者嘛是安尼。当咱为着教会事工，为着上帝计划来祈求的时阵，咱一方面谦卑来追求上帝的心意。当咱确定这是上帝的心意的时阵，咱就勇敢来替别人祈祷。第四项，咱看起的亚伯拉罕的代祷是充满疼心的，伊毋是简单是信心的老爸，伊也是充满疼心的人。咱顶礼拜哈，咱有讲亚伯拉罕的故事嘛哈，伊甲罗德分开的故事对无？迄时阵咧选择的时阵，罗德是选择什么？选择即个索多玛甲蛾摩拉即个肥的地对无？亚伯拉罕的产业够伫遐，亚伯拉罕产业无伫遐，所以索多玛甲蛾摩拉要毁灭，甲伊一点仔关系嘛无。反倒转吼，迄个蒙恩背伊的罗德住伫迄个所在，但是亚伯拉罕无结婚啊，反倒转听遐过去亏负伊的人，所以亚伯拉罕伊的代祷是充满疼心的。检查这人甲伊一点仔关系嘛无。但是伊有愿意来为因祈祷，咱诚做一个代祷的人，这点非常重要。咱来充满疼心。阮伫即个代祷室内底工作吼，内底有一本叫做交接的手册吼。每一个代祷的人会伫即个交接的手册顶面记载讲，我对一张代祷卡。祈祷到倒一张代祷卡，请后一个人接续即个代祷卡，继续祈祷落去。嘛有一寡人会伫即个代祷即个交接的簿仔内底写伊祈祷的感动。有一遍我伫即个祈祷的交接的簿仔内底写一段话，我对因讲吼，因为咱知影，咱教会咧推动这个代祷事工的时候，有要求大家做伙来参与嘛。每一样你若有需要代祷的代志，还是讲你知影别人有需要代祷的时阵，你就当用这张人的部分，用这张黄色的卡来写。我就顶面写讲吼，讲其实咱也知影吼，每一个写这张代祷卡的人，伊心中拢有真侪的艰苦、烦恼。甲着急啊！因为伊所写的物件拢是真迫切需要祈祷的代志，所以这张代祷卡后壁面有一群人真艰苦，有一群人真着急，因为烦恼这个代志继续发生，对伊来讲是有真大的影响。所以讲，你爱特别咧祈祷的时阵，爱知影讲写代祷卡的人伊心中的感受，你爱徛踮伫伊的立场。去祈祷，所以当咱若会当安尼想的时阵，
咧摕即张大祷卡的人祈祷，是充满上帝互咱的疼心。咱知影讲，如果我若拄着即款的代志，我要安怎去面对？所以求上帝迫切爱介入即件代志，互即件代志会当有一个圆满的解决。所以大祷者，如果咱用即个心态去替别人祈祷的时阵，即祈祷我相信是大有功效的，因为是充满疼心的。大祷者的第五个要件就是讲，爱迫切来祈祷了。好，咱看见阿伯兰的大祷是迫切的祈祷。吼，伊明白虽然这人是罪恶贯满，吼，罪该万死，但是伊一再求，一再求。真心仰望上帝会当赦免伊，这种迫切的祈祷会当产生一种功效。咱看见着耶稣基督捌讲一个故事，吼，为着祈祷讲一个譬如，伊讲恁中间有一个朋友，半暝到你的所在去，伊对伊讲吼，讲朋友啊，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吼来到我遐，啊，我厝里已经无物件互因食，所以拜托你互我3个饼，吼，你互我3个饼。啊，互我用我会当来招待我的人客。啊，这个人讲啊，我门已经关起来，天已经暗嘛吼。啊，我囡仔嘛拢甲我伫门床顶咧困啊，所以我袂当起来互你。吼，但是耶稣讲安那，我甲恁讲，虽然无因为伊是朋友就起来互伊，但是因为安那情辞迫切，伊迫切的要求，就的确起来照伊需要的互伊。啊，这互咱大道的人吼，有几个真重要的原则吼。咱今日无真侪时间，但是牧师希望讲，大家让将这原则来记起来吼。第一个，咱看见着这个比如内底吼，这人所要求的是一个实在的需要，因为伊有一个朋友吼，半暝来到伊的厝，伊无物件交代伊，咱知影过去咧旅行的人吼，你若无找到一个休困的站是真危险的。啊，所以因爱拼迷路啊，赶路啊，找到迄个会当休困的所在。啊，迄个时阵是啊，搁枵搁喙焦，真正需要食物，所以这是一个实在的需要。啊，而且这人去人拍门啊，这人伊毋是为着家己哦，是为着别人。吼，所以有一个纯正的动机，而且这人真正有迫切的需要。啊，伊是合理的要求啊，伊毋是要求讲哇爱什么抬价都。啊，爱抬价抬羊来请这个人，毋是伊要求3个饼尔，是合理的请求，而且伊用火热的心志咧求讨的时阵哦，这个人就的确起来互伊。啊，这咧讲咱的天父对咱的祈求的一个回应。所以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咱掌握这几个重要原则吼，一定让咱做一个真好的大祷者。最后，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吼，咱看见着这个故事啦，继续看落去，咱就知影讲，后来索多玛甲蛾摩拉也是被毁灭，因为伊内面找袂到10个义人。这看起来讲阿伯拉罕的大祷无发生实际的效用，但是咱来理解一点，如果这个城内真正会当找到义人，上帝也的确遵守伊的应允。啊，对遮咱也会当学习一点，咱来理解上帝有伊的主权，有伊美好的旨意甲公义。伫大祷的同时，咱嘛爱学习顺服，这才是真正大祷的意思。毋是讲逐项拢爱照咱的意思去满足，这是真实的。反倒当是爱照上帝的心意去成就，这是真实的。最后有一张相片吼，这是牧师迄天咧大祷室内底咧服侍的时阵，啊，我为着要甲大家分享，我请志传的同工替我翕的一张相片。啊，咱知影咱迄大祷簿是集合起来吼，一张一张，我大概拢会用我的手吼来换手伫这个大祷卡顶面。我拢会想象讲，我是这个写大祷卡的人，我的心是我尔啊迫切，期待上帝会当介入伊所拄着的困难，甲伊的哀伤。我伫咧服侍过程中间，我常常思考一个过去我的经验。大家知影，我牧师娘伫几当前有得到这个乳癌。
阮拄着即件代志时阵，头起吼实在是真惊吓，嘛毋知影要安怎去面对，心中有真侪艰苦。迄阵甚至嘛会埋怨上帝讲，为什么互阮的家庭拄着即款的代志？但是伫阮牧师娘破病咧治疗的过程中间，我过去所服侍的台南富强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做一件互我真感动的代志，就是因迄个时阵有一群人发动全教会的代祷，因伫无共款的场合顶面，拢呼吁大家爱替牧师的家庭祈祷。这带互我真大的快乐。伊毋是干那让我关心，阮伫每一个时刻咧治疗的过程的，伫每一个时段，我拢知影讲，有一群人用祈祷咧过守阮，阮得到真大的安慰甲快乐。当然。迄个时阵发动的，毋是干那为着阮牧师娘，为着像是也为着教会真侪拄着病痛、拄着困难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但是即个祈祷的运动，为着富强教会带来真大的影响。牧师要讲的，毋是讲后来牧师娘的病被医治好，是透过即个运动，整个教会的兄弟姊妹愿意谦卑伫上帝面前去追求上帝的心意。当即间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大多数的兄弟姊妹，拢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咧追求的时阵，上帝就翻转即个教会，互阮知影讲，阮做伙甲上帝咧同工，教会的本质就是爱追求上帝的心意，照上帝的心意去行。透过即个经验，我嘛真清楚。有一群真实听牧者、真实听教会的兄弟姊妹，甚至有真侪人为着病痛的人来做40天的禁食祈祷，连续禁食祈祷。在这过程中间，我发现疼心甲迄种关怀心，就伫整个教会中间充满。这互我一个真好的体验。上帝意爱互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拄着困境，是互即个困境化作一个真美丽的祝福，伫即间教会中间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我嘛知影咱的双连教会一直有真侪人真用心咧来祷。我即个时刻嘛要呼吁大家，那咱全部的人拢会当专心为着别人的代志。为着别人的需要，咧代祷的时阵，上帝就会使用咱的教会，亲像伊使用阿伯拉罕同款。伊呼召阿伯拉罕，是要互伊祝福，然后互伊成做万民的祝福。这就是一个机会，上帝要呼召咱，但咱祝福，互咱透过咱代祷甲伊同工，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咱做伙来参与这个事工，愿上帝亲自赐福咱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来到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连教会。阮伫遮彼此学习三听，彼此学习扶持，彼此学习代祷，用安尼来体验你的听伫阮的中间，求主帮助阮。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